我要醉，我要醉，要醉，请你唔免同情我。就，无啦，祥子啊，你若无搁伴奏，人是要安怎唱啦？代志唔好啦，安怎啦你甲看对面迄个山，嘿，安尼云烟蓬蓬烟，一定有人伫遐车拼。啊，我看卖。哎呦，有影就对啊，金光闪闪，敢若有人伫车拼呢哦。这吼一定有妖怪伫遐，啊，妖怪！一定是妖怪伫遐吼，啊无吼，就是毋知倒一个仙者伫甲即个妖怪车拼。来，彩虹，咱紧的过来去甲斗相共。哦，安尼好啦，无咱过来斗相共吼。啊，姑娘，啊你这，啊姑娘，哎呦，咱就奇怪拄则就明明伫遮，啊怎么无看人啦？一定是吼听到讲即个妖怪，吓着惊走转去。哦，拢嘛是你啦。你袂记咱的身份，咱是仙的，咱毋惊妖怪。人迄普通人踢着吼，走哪飞咧，或者走转出去。后工才来补偿。安尼哦，啊，咱即马紧的来去甲斗相共。安尼好，加时紧传。哇，奇怪，你若遮润，是讲你哪会拢袂忝？我忝是真忝，毋过你哪会拢袂闲？我足闲的，也毋过，咱两个讲好势来休困一下，好无？要休困就袂用的用个偷食步的哦。好啊好啊，安尼大家搁看，一、两、三休困好无？好啊好啊。预备起，一、两、三。伫高边啊，安尼就无意思哦。咱两个是死中兼活跳哦，搁是老朋友哦，咱搁共款上班的哦。对啊。啊，结果你是安怎？往少偷食步？我哪有偷食步？你将来跑遐去？你看遐有一只家蛇遐大只无？对。你爱知影我这拍死家蛇是该救你的性命。对，我这世人哦，啥物拢唔惊，敢若惊家蛇尔。哎呦，伫高边啊，不，宾哥。感谢兄弟，宾哥你呀！爱要死啊！你嘛是共款用迄个阿胶布。歹势，我是救你咧。你这世人上讨厌是啥？目屎。对啊，遐一只目屎呢，你有看无？已经喙骨昏死啊！啊，目屎较细只尔，你哪有看？目睭来啊！你莫看讲白蒙白，目睭真正来的啊！哦。妖怪！是阮两个啦，看清楚啦，我要惊死哦！迄是恁两个话讲有妖怪的呢。两位大哥啊，恁两个吼目睭嘛小看者，无代无志，阮两个安尼入来尔，恁若一掌拍过来。意思讲咱两个目睭吐泪啦？迄是恁画妖怪，阮两个嘛才出掌。嘿啊，恁两个毋是去游手百花，去伫游山玩水，是安那无代无志走来这个洞内底画妖怪。这一个搁咧这拢嘛你啦。啥物像箱子啦？伊讲哦，看这边遮啥物咧火舞咧碰碰烟哦，啥物金光万道随去千条哦，这一定有妖怪，叫我要来这掠妖啦，结果来这知影是恁两个啦。这个所在妖怪是无啦，但是吼，我拄则行一只鸡吼，是去互一个妖鬼食去啊。哎呦，这个所在，妖怪是有啦，但是咱四个人中间呢，有三个妖怪，是一个是仙。啊，你的意思讲你就是仙？当然啦。啊，阮三个拢是妖怪。对。啊，若迄妖怪吼，也无厉害，就是你这只妖鬼才厉害。哎呦，你讲话较好听好无？是甲你食偌济啦？规只拢碰伊啦。配出来行你好无？哎呦，好啊，两位大哥啊，那你若慢慢安尼生气火气遐尼大，对无？啊，咱大家拢是兄弟啊，有啥物话吼，慢慢啊讲嘛。
兄弟啊，我甲恁两个是兄弟啊，无毋对，但是我若甲迄只妖鬼吼，算兄寒钱啊。我是仙，我袂愿甲迄妖鬼斗阵。哎呦，边个？哎呦啊，相子啊，今日什么日子啊？第五边啊啦，什么宾果，什么日子，恁两个搁唔闪，啊唔走啊？是啦，我是讲。你要看你发生着，这走啊啦！搁唔走，哎呀，哎呦，这第五边啊，啊，害我腰只过去闪着，啊，哎呦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即马无顺利去煮饭吼，我是该吼出去啊！先妹，是你生的啊？哎呦，仙姑啊，你嘛真无意思呢。我无是讲哦，意思要结婚也无安尼放帖啊，互我来甲你斗留一下。我结婚，我甲伊，无啦。哎呦，仙姑啊，你免歹势啊啦。但我拄好我就听你甲我讲，叫伊入去内底煮饭互你食。啊，如果恁若毋是翁仔某，那伊哪要煮饭互你食？是。无毋对啦，好先妹啊！想袂到讲当年哦，我当兵记住你的亲事了后吼，啊你怎啊目睭起的两啊凊彩衫凊彩好，参做国舅这年纪遐尼济啊，你也甲厝落去啦。无啦，恁误会啊啦，代志毋是恁想安尼。啊，都国舅啦，要来我遮啉酒，我甲伊条件吼交换，若要来遮啉酒呢，你就要踮阮兜洗衫、煮饭、款内底。我毋只酒要互恁，我无甲伊结婚啦。对啦，这代志吼是安尼无毋对啦，还是讲吼，恁三位啊，恁哪会拄一个去安尼认为啊？哦，我知，恁有朋友情，恁会安尼认为吼，就是表示要捧我的场，互我面子啊。爱拄啊提倡啊啦，啊既然甲人客来吼，做国舅紧去泡茶。啥？叫我泡茶？对啊，好先哥拄则有讲啊，讲你来伊遮，伫咧甲伊啉烧酒，伫咧食饭啊，啊，就是做工课甲伊对换对无？啊，人客来你就爱入去泡茶啊。对啊，你爱入去泡茶。得，好啦，啊，这大家生个拢朋友嘛，啊，搁有一句话咧讲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恁小坐者吼，我甲恁服务，哎，当然嘞，遐洗手片，这边才是厨房。你无啉，我有啉，恁坐哈，坐。你天天醉。也我咧忙。对啦，啊，各位今仔哪有来我遮？仙姑，今仔日算讲拄啊好有经过这个所在，入来遮特别来甲仙姑请安。啊，不敢当。哎呦，安尼啊话啊！哦，拄则哦，无注意甲你看，这个是详细看卖。哎呦，仙姑啊，遐久无看啊！你若保养甲遐尼啊好，身材就是身材，培养安尼白包包一咪咪安尼保养。哎呦，遐尼啊青春窈窕够美丽，你嘛小尴尬咧，到底安怎保养才会当像你安尼容光焕发？拜托的好啊啦，要讲迄种难开的话吼，较边仔讲咧，莫到我的耳孔边仔直直讲甲我的耳孔边仔叽叽叫啦。哦，安尼我会花。丁哥啊，安怎啦？你是安怎心情无好？啊，是啥吼，互你无欢喜啦？我替你去出气啦！煞毋知影我掠一只鸡仔伫咧烘拄啊熟啊，迄个自熟了都煮快花掉了，去互一个妖鬼甲要烧伊啦。啊？妖鬼？我哪毋知影这附近有妖鬼？即摆又伫倒位啊？我马上来甲收拾单条。仙姑啊，我讲互你听啦。bingo 吼所讲的妖鬼吼，毋是别人，就是迄个李托怪。哈？迄个摆啊？哎呦，哦，迄人摆骹，煞搁腰开闪着，哦，拢是咧这死地嗰边啊！啊！奇怪，我哪会突然间敢若是有啥物物件臭臭啊？歹势啦，我毋是故意的，我毋是咧讲你啦。
我这世人吼，已经互讲惯死，无要紧，无要紧啦，关地我也毋要芳过啊。哦啊，哦，哎呦，巴肚咕噜咕噜咕噜。歹势吼，这位大姐，啊，我看你安尼吼，敢若是巴肚枵啊哈。诶，看伊安尼吼，衫安尼穿甲破烂破散，啊，搁臭甲吼已经皮有味安尼，足可怜的。大姐，你稍等一下哈。好。更多，来，大姐啊，这吼包啊，啊，搁有这水吼，拢互你食。哎呀，这位姑娘，真感谢你，哦，你真有爱心呢。慢慢来食哦，啊，小等会去过着啦。好。包吼，真好。这个姑娘，甲看起来遐尼秀气，遐尼可爱，而且佫会晓法术，伊到底是啥物人呢？敢讲是？大大妖怪，你也敢遮害人，看我厉害！人伫咧讲哦，若水查某囡仔吼，哈哟，大家拢嘛会搁甲看一个啊。这个莲花仙子就是安尼，人哦比莲花较水，伊安尼毋若干那水安尼啊，而且呢，佫会晓变包啊，互这个李头怪食。伊啊，这个张公哦，伊安尼声句有讲哦，要甲收拾干啥？伊啊，这个到底哦，这个莲花仙子是何方的神圣呢？你毋通袂记哦，后礼拜一定爱看哦，若无看真无彩哦。